不应对自家老婆称为老娘，那叫老娘的所得于老娘说。这些人称老母，告诉老母这么娘那还弄法。负责人叫高小，高过来最小还不面对。后责人叫各挂党卡。一来是做客人，不是吃人，所以你收罪人定好，叫家之部，一家自治个老婆平等。当然一两年说起来，这个你屋里想，你女的，你男人为了我这个规格说不出，但两位张高刚人对老婆的称呼啊。没相连，忙上与当生理直气壮，叫我里当娘娘。今这个当娘娘是你势里向个知故，丈夫姓白的自家姓王，有人家里白当娘娘，还有人家里王当娘娘，不是白当谁是王当地带地改。其实当娘娘身上像不当，至于黑臭辣啥意思？讲黑乌黑绿绿，龙龙手叽叽棒棒，辣花花。咱刚刚是里向有点三名气。最近当娘娘因为房子拆迁，刚刚从乡下搬到张家港市街区，住进新房子，开心得不得了。老里写的11天也分满，今在大年呀，这当娘娘的口头吃得了不头不咸。做啥么？就是头进来这一个跟斗。从楼梯上向滚下来呀，当场昏厥。邻居的一个邻居看见，努力及时送医院。经过检查，余家的脚口和骨折，身体其他部位是没问题。一番上牙包扎处理过后，现在的人忘了平常浪向，想来想去想不通，哪还会从楼梯上向滚下来？哦，有人暗算我，背推我。那么自从搬进新房子之后，大家被邻居388弄得不开心。我也了让我的出口墙头上向开水门，也想开杯3点外快，老里写了个懒懒解决反对，反映到社区来阻止我，弄得我面子很白。所以说我墙头上向开门嘛，眼上里啥意？阿为搿只烂死人，来让背推我的推呀！另外一个女人今朝我有点心不在焉，回来回去昨日夜里向得老公大菜想我，老公还非对我墙头浪向开门，你讲搿个是破坏环境妨碍落户，搿个还是乱建乱打。稀奇，自家老公哪去帮外头人？阿伟还是搿个388从中贴家，把老公踩得难离婚，硬杀天特子，天不亮，老公人人不见。现在想想得有点吓出来子呀！我当时是哈哈里的呀，非龙家人真假，说句心里闲话，这个老公我是欢喜的呀。那么阿伟菜子一夜天，家里不来，所以在楼梯上想滚下来，说是不为怪。一夜天不困嘛，这位头里发昏，那家里还会问个你。那么到底哪行滚下来？等待家孩子之后，我一定要去查查清爽。是个真个女人暗算我们，哼！我不会放你狗门的，我也心上里给。这那个辰光，平房啊是有个大山头来让奔进来。16岁，大娘娘的儿子叫囡囡，生得大腿洞了，大耳朵，大不腿，大嘴巴，大眼睛。最西面那个小事了，现在不来了。啥道理嘛？自家晓得眼睛小，别想大眼睛做啥？父母俩听说世界个书本来小800人说，现在没办法了，让自家说。小学3年级到初中里向一直3好生，有口交班，人人称赞，奔进来搿上个天，后浪子出来，我在娘个身旁边啊，妈，那位好人啊！再让你看见还是蛮好，你让人家。哇囡啊，不要急，不要急！哎，妈刚刚没先叫我断气，现在没分开了哩。那定心，放心啊，
放心，搿么隔壁388那个家头他这样，那辈子千家妈妈难弄法。李只老家眼么这真不好呀！我觉这么讲，我家头他才是个疯批，我本来要分家开了。妈，你非得咱一开口就骂人不喊的。388刚来搿个家头了，其实他骨子是一样的意思。哪能啦？啊？难道吃得我搿饭包外地人家？难道家头当了都爸一样的？比不叫俺为么收拾呢？哦哟，比不上我为是我水头菜，不过现在妈那个交代了3我为。好在，没良心个，回去开。雷天让开侦查看，下人让二岁人都骂，阿为对个狗仔老僵哎，产生了老害我。其实现在到屋里向上200张，今朝再让成都里的辰光了。但是爸爸对自家说：“阿奴啊，昨日夜里向我们夫妻都相互，回来回去你都娘也辣让车库墙头不必开动，开自动车啥开门？爸爸坚决反对，那么用得来离婚的下一年事。于是来388过得来，你都娘的个跟到眼不眼，送到医院里，所有经过情况一说，爸爸做出决定。”对自家说，谁去不到医院去，阿奴也来去。你都娘样样才还随偷三的。哎呀，渔村啊，我真的不文明。只要给一个机会，侬啊，你去开导你都娘。是不是侬现在胸有成竹？妈，我担心问题，你何来做啥？我无来啊，我但是大娘娘说不出为啥。那他们都进来再出门，为自己搭地盘，地盘范围是不大。谁了让楼梯周围一只角，那么在大里楼梯上下周围区侪是公用之地，必须畅通。但是大娘娘也想抢个只角，方法蛮便当。谁了让周围区放一只纸箱子，里向平平滚滚、拉拉实实、塌塌铺放了浪，啥讲别人谁不敢随便移动。谁是不了人家都他妈哈发口水，放了让500人办搿只角，谁是我大娘娘的角？这个名堂谁见40位置，杀人几人自杀？罗里写的，箱子刚刚放好，人立起身来，好像吃醉酒一样，楼梯上想蹦下去呀。那么现在对儿子讲，都进来再出门，为自己搭地盘，但有点看我，所以张口接着，我那是不是吧？阿拉哪位人子话，妈，哪位水中？小巨蛋。哎，我晓得个一塌瓜子，那大清来着，也想去抢地方阿伯。嘘，轻点，那大家来聪明啊！我真的弄不懂，后天上想去抢只国门，你想做啥？搭只床，还搭只机口，搭只床不顶多困一只夹子头，搭机口不你想补三机啊？个楼梯嘛，公共通的，大家谁呀？上下大家谁这样来去抢只国门个楼梯不能摆走啊？碰着后再是一场大火灾，妈，你都给下了呢？哪了？啊，哎，一个嘛，妈不开90嘛，人家也有开90的呀。你个么受教法9、8法9、3到修，每9、10到每那还懂个啦？哦哟，你这个是三大王，啥叫三大王家？谁讲的大王？小车了，那讲呀，我们不清楚，那吃不要吃啥么法子？我不是说你讲的，谁说你个像个做法不对呀？妈，我背了到屋里向去一天子，今朝俺不来，我讲两声，妈来听听歌，你别动气啊，妈。自从插起无心吧，死的归尽没飞山，假使是人一代火，人人乘风
奋斗于文上，一家就是大家帮啊！真亲亲人家亲亲深情。书人人生新农村，家几十几人呀，那苏区一进也身体大，苏汉归真为4年为要。人人为奴分明光，妈，这次次地方领导人，上弄得喇叭枪，妈，你阿娘枪来不让枪，妈，不是我是来，来了第一。隔壁三宝宝没哈得人长得好，面孔笑嘻嘻，那张面孔白白白，一塌瓜子上个眼皮把你2根猴子，搿人家猴子乖来做啥？可不乖啊！三样物子来让我讲的嘞，难看不要看。哎呦，三样物子嘞，你累得像偷分账嘛，不乖来啥子？搿么我看乖呢，都爸爸5辈子呀。搿么你不是我爸爸呀？不是个爸爸。其实嘛，我晓得该一塌瓜子三宝宝没你小过3岁。插光人心叫得起3子地一定龌龊，3岁3子地嘛总归龌龊呀。其实宝宝们都叫上天，大王已经3宝宝5辈50岁，乡邻之间叫来叫去嘛，正常的呀，没啥的。妈，为了第2天，连5毛都门外是墙头上去钉3只钉，你做啥？为什么山高头才有块上吊是啥意思呀？瓜头啊！你根本只有那种毛想得出在。门外头墙头浪向钉的钉嘛，好过过没事哇。像我一天唱得个山，说他那么不要领到我离开，地板呀要来他个呀，钉上一股啊是啦。为么个要鱼皮，马在个空袋袋，才好过上开关。你根本就叫充分利用空间。懂不啦？那两天是没活动，屋里向弄得够说说，外头摊摊地。晚上落雨天，那份看见把人路过你门口，谁要看一看，不多贴一贴。给都看点下家，看搿家人家哪会让试试？试，根本给都贴点下家。贴对面个市场门不会发展，不多贴一贴。多贴。有个线路贴一贴，一个更多呢。根本我哪能分看见家？搿你眼睛都是看看，我到一枪砸过门，你哪看得见？儿子啊，男真人在玩，哪家？我自家门外头玩，过点么事，还要把人家来管我啦。那么我跟你说了，来到了屋里向是个妨碍别人这样还过。这放屁在！我老屋里面随便我走下玩啊！只要我高兴，下你来过家。你得高兴，我们来试试看的。不要你3点钟，你晚上唱上太马，人家这样来过来。啥么事啊？我不要你想唱戏，我要么发气。我自家不要看高个，不是说来唱戏，连电视开得咣咣响，电视里来让唱戏，谁是来了唱戏？唱戏。第3个呢，马来听哈，这样出来车库旁边墙头上一起打洞，社区坚决反对，3宝宝反对，邻居在反对，对个。你出得社区，弄得大家办公也反对，饭也不吃，你还对个呢？那晓得地下来呢，搞了个谁不差？那就搞谁不差？妈妈搿只车库，侪看好地当了位置够啊！回来回去嘛，侪是为着呢。那就为我呢？瓜奴啊！阳光社区真阳光。睡了郎家比郎，一边是金陵生态游，一边就是大马上出来辰光真那么
啥香？你将来多大后，泪又大西呀？他一个边边只是个大娘娘，谁也懂得去插吧。所以呢，做市长府邸呀，心急慌忙是不上。市长为出通入去做谁呀？爸，不许我开的去铺下弄得我谁够我生能压杀一块姜？关女啊，嘿，马跟他出苦马子来嘛，总不记得养鸡囡囡啊。狗血满门的无人以后，随便哪行我总归要开出来。不管3爸爸4爸爸反对，我总归打一份回去个。难道爸爸反对呢？我打给闹离婚，要你下去他这。该桩事我晓得，爸爸现在无地同意，但我实在，你现在准备了让社区里向去发射一个，我讲有一个是反枪是对方的阿姨对你没意思了。给都说的夸喊我啊！绝对心这个没好，我要发喜几个。关女啊，那要跟我干，我的娘儿子才不开个，那定心，马狗办是要低，开出来这个钞票才是不能够。马准备打街道的队开联络感情，立个名堂就叫感性队子，那么些都得好出来的。高头陆主任面孔漂亮，登登洋洋，人家在海里帅哥，搿马也去搭的头子，搿么觉得好。马那啥个头子啊？喏，街道里向有个小屋。哦，小娃子啊！那到下你家？我弄错了。哎，关头啊，那还要给人家做纪念吧？啊！礼物来为纪念子屋里向讲点小屋办点事体嘛，好家里点。不，妈没讲，我进门呢，小娃子要请你几岁？你1岁哇？你呀？哎，我几岁？16岁哇？16。哎，你叫我16岁，你1岁做几娘？你哪想得出？给你想家属队上当个官哇？属队上当官，你属队拉水。拉水了，没什么想拉水啊！今啊下人还能到马擂地上向官屋来，给你们真正拉水。我到现在莫名其妙，想不通呀！哪行会从擂地上向官屋来？这个弄不懂呀！妈的想不通啊！哎，我敢说呢，我才清爽。哦，身边挖张尼龙带出来，里向有只3个病，没难看的。这只3个病也认得出。你搿么是能到爸爸放机油的小病哇？对关。我放了仔细样子关。对关。咦，囡囡啊？哎，哪了人谁里向？嘿嘿，妈我敢说呢，再让你去抢地方，该只病辣纸箱里，病该分开喝，基于流出来，滴到地浪向，那个叫一打一挖，牵到后天地了。我是自家丢开个啊！哎，光牛啊，恁夫了边老么，恁哪晓得讲？3爸爸看得一清二楚。李家老将哎，你看我丢开，给到没卡哇？这没卡哇？你哪识得这个人？妈，你送到医院去，再看3爸爸。啊，对着你晚上后天地浪向困觉。3爸爸弄我送到医院干？哎，哎呦！可是真个不好意思噻，不好意思噻。那么给哪能弄我送到医院个家？给海个出走处啊？海不上。那么给海个人？没人。那么给哪能弄我送到医院个家？3宝宝没办法，弄得摆到医院里向。西瓜仔，3样物子，啥时当我吊子一吊啊？不对哇！医院再近嘛，还要有一段路。那个我。叫8步5清的，我现在本来为不是叫8岁，给哪能跑得动家？不是办不动，3爸爸对我说个，摆到公路浪向实在不来，这像我来拎也拎不动，像我来偷也偷不动，
原来三宝宝没办法弄来简单理由里向。哎呀，那要死夸子，当了不该是干几个啊？瓜女啊，三爸爸我这么讲过，我看见是假气，但是丽江事体浪向，我还是蛮感激的个。你还叫小李了？为啥讲？三宝宝为止前来了办来真家伙，你自家晓得分量等等讲。三宝宝上年纪长，手指一按，现在养眼里贴3张双杆药。哦，我个医药费还是三宝宝提出来的。啊，是真个假？所以我敢说呢，妈，林立汉、398、有清不日禁令，位于为啥讲？金乡林人清楚。关头啊，那医药费我哪里给听来个讲？有人干个，啥人讲？唔把我这帮一干个。哎呦，爸爸讲那个，都可能不吃还有海带老板了。那么有心干说那个避免呢？乃么真正来江上来江都不好干。我们眼子上有在，388你去当听看，大家才晓得我来风来鼓舞来当友，我讲还有嘿嘿，你爸爸适当叫人就为这里了。社区里政府都是孩子啊，男人老有，儿童老有，才去当义工。你会想着楼梯从流浪到下头，你去摸摸一回人，天天在388看看。非是不一样，那个老师的已经摆在门口的，你晓得啥人在那领我去？你每年天才有清洁工来洗脱个哇？为了清洁工来，才是388领我去的。为了忙得啥？你自个想想，我就在俺回来在，谁在那个？那个我这个出口墙壁上想开通，社区反对，对个，388反对，对个，88反对，对个，我现在反对还对个，我接上来，阿姨，你个死胖子，然后还冒喊阿姨啊！现在该我头你想问一下，88讲个闲话了，但是晓得才晓得，什么说不出。来今天只过了最哪哈一哪哈，一起到哪哈，那我再说了，妈的，你想想别人在那哪哈，你在别人哪哈，别人现在不哪哈，你偏偏为了哪哈，别人在那哪哈，你在也不哪哈，你自个想想看，你那一叫不哪哈，一叫到哪哈，哪哈一哪哈，你到底啥个意思？你这叫哪会外头哪哈啊？你可以试试着，哪哈一哪哈，哥哥。有些辰光个大娘娘，只觉着面孔浪向辣花花。那么想啥男人好几趟对自家讲，那个就是去要改改着，别人为唔啥啥。张家港外头人才晓得是一个文明城市啊，城市文明嘛，一人讲子文明嘛，这个城市才是真正的文明啊！你千万别生活张家港影响啊！难道我真个让做不文明的事体？唉，怪不得儿子哈朗批评我。no 是话大理山，不与我世上非魂是非分。我的手左手都为自己想从未考虑索取着大家的我是举人气去南京注定先比你懂的挖那金门啊谁着的海口的中乡林我是去谁去去那京马出口着有心开下的王开门福沟路迂回金路到路去走了大队。
种下列刀根，我不给头下里十分你，与邻里针对把气那声，梅花胡子与我两边心。好一数为后一穷，分明风霜是人心，怒你是哈有生，你是哈牺牲，开大妈妈把是非明这一口上来，一生说给就给下决心，我要在大娘始终来当爹那快点就开！侬搿啥子想法也不就开吧？那这把我多脱。哎，门外的搿个警察丁给把他一把。三宝宝说个，搿个警察丁非要把他。为啥讲？准备过块三个黑板，上头让邻居等人留意，有啥要紧体，大家才可以我帮我手。哎哟，搿倒觉得想得几多个。哎，三爸爸，我这么讲个人都好个呀。还是还干？哎，妈，你还要何里？要干？何里啥？我这个精神文明新风奖啥？奖啥？奖啥？哦哟，关你只要弄清爽在，妈晓得在，我这三爸爸真人哇！啊，对了，对个。哎呀，啊，今朝等我一男真人了，李三娃。那你也做错事啥子呀？今朝等你呀哇。等你呀哇。哎，那瓜你子你也饭也吃不家，对不起呢再哇。哦，我忘记得该说呢，三爸爸晓得呢，受伤，你要饭来不及做，不要紧。今朝要孩子上头50样，唯一一对三夫妻呀，你几家人家投了一道，在了三爸爸屋里向吃都有年夜饭。哎呦，可是侬妈乖，当然能办噶。哎呀，妈一直叫婆婆哇，不记得再叫三爸爸来办呢了，笑出了。干什么呢？爸爸来办呢？那么我大概有你下天他这样，我不可能噻。那么这个去翻桥是个阿姨，谁是呢？八家大娘娘啊！少人都个大哇！啊！这辰光个大三都叫约了海，16岁，这样我娘给他们走通嘛，还有开心得嘞，开心得哪想的？嘿嘿。其实内心里想啥个活动？内心里想但是一直觉得，咦，到红色娘子军打不来过，谁家16岁你才会打了？那么最起码内浪想的啥？我识得给大贴不出来，我让那哈伊那哈那哈伊那哈。其实呢，大娘娘之言说明2点，让后以所为，千万要注意：一，不能轻看16岁；2，不要看轻60岁。你想一个这样的道理？大娘娘，哎，吃年夜饭在啊，现在是吃夜饭前头在，啥来的？你也结束在，下头是晚饭前，倾听我打。他等你长三好，面孔笑嘻嘻，那张面孔白白白，一塌瓜子啥个眼皮，把你2根猴子，跟人家猴子乖来做啥？可不乖啊！三样物子来了，我讲的嘞，难看不要看。哎呦，三样物子了，你累得这样偷分账嘛？不管你啥子？那么我看乖呢，都爸爸5辈子呀。那么你不是我爸爸呀？不是个爸爸。其实嘛，我晓得个，一塌瓜子三爸爸没你只要过3岁，插光人心叫得起3子弟一定龌龊，3岁3子弟嘛总不龌龊呀。其实爸爸们都叫张天，大话一群，三爸爸5辈50。乡邻之间叫来叫去嘛，正常的呀，没啥的。妈，为了第2天，连5把都门外是墙头上去钉3只钉，
你做啥？为是你山高头才预备上吊是啥意思呀？瓜头啊，你根本只有那东马想得出在。门外头这样的浪向顶得顶嘛，好姑姑没事啊。像我一天唱得个谁，说他那么不要领到我离开，地板呀要来他个呀，顶上一股啊是啦。为么个要鱼皮，马在个空袋的，谁好顾上开关？你根本就叫充分利用空间，啊懂不啦？你那就是没外动，屋里向弄得够少少，外头摊摊地。晚上落雨天，那份看见别人路过你门口，谁要看一看，不多贴一贴。给都看点下家，看看人家哪会让试试？是，根本给都贴点下家。贴的那个市场门不会发展，不多贴一贴。多贴。有个线路贴一贴，一个更多呢。根本我哪能分看见家？跟你眼睛都是看看，我到要枪扎过门，你哪看得见？你知啊？哎，男真人在玩，哪家？我自家门外头玩，过点么事，我还要被人家来管我了。那么我跟你说了，你在那屋里向如果是妨碍别人这样还管，这放屁在！我老屋里面随便我走下玩啊！只要我高兴，想你来顾家。你得高兴，我们来试试看的。不要你3点钟，你晚上唱上台舞，人家这样来过呢？啥么事啊？我不要你想唱戏，我要么发气。我自家不要看高个。不是说来唱戏，连电视开得咣咣响，电视里来让唱戏，谁是来了唱戏？唱戏。第3个呢，马来听哈，这样出来车库旁边相对上一起打动，社区坚决反对，388反对，邻居在反对，对个。你出到社区，弄得大家办公也反对，饭也不吃，你还对了呢？那晓得底下了呢，搞了个谁不差？那就搞谁不差？妈妈搿只车库，侪看好地当了位置够啊！回来回去嘛，侪是围着呢。那叫为我呢？瓜奴啊！妈不开90嘛，人家也要开90的呀。你搿么受教法9、8法9、3、9、3到修，南9是到没那还懂个啦？哦哟，你这个像3大王，啥叫3大王家？谁讲的大王？笑出了那讲闲话，我不清楚，你吃不要吃啥个话子？我不是说那讲的，谁说那个让个做法不对呀？妈，我背了头想去一天噻，现在俺不来，我讲2声，妈来听听歌，你别动气啊，妈。自从插起无心吧，四地归尽眉飞山，假使是昔日一代火，年年春风奋斗于文上，一家于是大家帮啊！真亲亲人家亲亲生亲。书生人生新农村。几生呀，那苏区一经也身体大，苏海归真为是人为要，将人为奴分明光。此地方雷道上，山上弄得喇叭枪，妈啊，你阿娘枪来不像枪，妈，不是我说的，来了电影，隔壁388没还，不人对自家老婆称为老娘。
那叫滥用你所得于滥用着。这些人成老母，搞出老母这么娘那还弄法。负责人叫搞小，搞过来最小还不面对。后追人叫各挂党卡，一来就做卡人或者指人，所以你手追人定好，叫搞支部，一搞治个老部平等。当然一两年说起来，这个你窝里想，你女的，你男人，为了我这个规格说不出。但娘为张高岗人对老母的称呼啊没响亮，忙上与当生理直气壮，叫我里当娘娘。今这个当娘娘是你心里想个知觉，丈夫姓白的自家姓王，有人家里白当娘娘，还有人家里王当娘娘，不是白当谁是王当地带地改。其实当娘娘身上像不当，这一黑臭辣啥意思？刚黑乌黑绿绿，隆隆手叽叽棒棒辣花花，咱刚刚是里向有点三名气。最近当娘娘因为房子拆迁，刚刚从乡下搬到张家港市街区，住进新房子，开心得不得了。老里写的12天分满，今在头日呀，这当娘娘的口头吃得了不头不咸。做啥么？就啥头进来这一个跟斗，从楼梯上向滚下来呀，当场昏厥。邻居的一个邻居看见，努力及时送医院，经过检查，余家的接口的骨折，身体其他部位是没问题。一番上牙包扎处理过后，现在的人忘了平常浪向，想来想去想不通，哪还会从楼梯上向滚下来？哦，有人暗算我。背推我，那么自从搬进新房子之后，大家被邻居388弄得不开心。我也了让我的出口墙头上向开水门，也想开杯3点外快，老里写了个烂烂解决反对，反映到社区来阻止我，弄得我面子很白。所以说我墙头上向开门嘛，眼啥里啥意？阿为搿只烂死人，来让背推我一推呀！另外一个女人今朝我有点心不在意，回来回去昨日夜里想得老公头菜想我，老公还非对我墙头浪向开门，你讲这个是破坏环境妨碍落户，这个还是乱建乱打。稀奇，自家老公哪去帮外头人？阿伟还是这个388从中铁杆，把老公踩得难离婚，人杀气特着，天不亮，老公人不见。现在想想他有点吓出来的呀！我当时是哈哈里的呀，非龙家人真假，说句心里话，这个老公我是欢喜的呀。那么阿伟菜子一压天，家里不来，所以在楼梯上想滚下来，说是不为怪。一压天不困嘛，这位头里发昏，让家里还会问个你。那么到底哪行滚下来？等待家孩子之后，我一定要去说说清爽。是个真个女人暗算我们，哼！我不会放你狗门的，我也心上里给。这那个辰光，平房啊是有个大山头来让奔进来。16岁，大娘娘的儿子叫囡囡，生得大腿肚呢，大耳朵，大不腿，大嘴巴，大眼睛。最西面那个小死了，现在不来的。啥道理嘛？自家晓得眼睛小，别想大眼睛做啥？父母俩听说世界个书本来小800人说，现在500办法了让自家说。小学3年级到初中乡一直3好生，有口交班，人人称赞，奔进来搿上个天，后辣子出来，不得娘个身半边啊！妈，那位好人啊！再让对看见还是蛮好，你让人家。哇囡啊，不要急，不要急！哎，妈刚刚没先叫我断气，现在没分开了哩。那定心，放心啊，
放心，那么隔壁388那个家头他这样，那辈子千家妈妈难弄翻。李子老家你们这真不好呀！我觉这么讲，我家头他才是个疯批，我本来要分家开了。妈，你非得咱一开口就骂人不喊的。388刚来这个家头了，其实他骨子是一样的意思的。哪能啦？啊，那哪吃得我给外包外的人家？难道这里当了都爸一样的？比不叫俺为么生是呢？哦哟，比不上我为是我水头菜，不过现在妈那个交代了3位，好在没良心个，回去开，来天让开侦查扣，下人让二岁人都嘛，阿为这个狗子老将哎，真是了老害我。其实现在到位里向上200张，今朝再让成都里的辰光。但是爸爸对自家说：“阿奴啊，昨日夜里向我们夫妻都相互，回来回去你都娘也来让车口墙头不必开头，开自动车啥开门。爸爸坚决反对，那么用得来离婚的下一件事。于是来388过得来，你都娘的个跟到眼不眼，送到医院里手已经过情况一说。”爸爸做出决定，对自家说：“谁去不到医院去，阿奴也来去。你都娘样样才还随偷三的。哎呀，一种人我真的不文明。只要给一个机会，侬啊，你去开导你都娘。是不是？侬现在胸有成竹，妈，老担心问题，你何来做啥？我无来啊，我但是大娘娘说不出为啥。那他们都进来再出门，为自己搭地盘，地盘范围是不大，随着让楼梯周围一只角，那么在大里楼梯上下周围区侪是公用之地，必须畅通。但是大娘娘也想抢个只角，方法蛮便当，随了让周围区放一只纸箱子，里向平平滚滚、拉拉实实、塌塌铺放了让，啥讲别人谁不敢随便移动。谁是不了人家都他妈哈发口水，放了让500人办搿只角，谁是我大娘娘的角？这个名堂谁见40位置，杀人几人自杀？罗里写的，箱子刚刚放下，人立起身来，好像吃醉酒一样，楼梯上想蹦下去呀。那么现在对儿子讲，都进来再出门，为自己搭地盘，在原地看我，所以张口接着，我那是不是吧？阿拉哪位人子话，妈，哪位水中小巨的。哎，我晓得个一塌瓜子，那动亲来着，也想去抢地方阿伯。嘘，亲弟，那到底你聪明啊？我真的弄不懂。后天上想去抢只国门，你想做啥？搭只床，还搭只机口，搭只床不顶都困一只夹子头，搭机口不你想多3机啊？个楼梯嘛，公共通的，大家谁呀？上下大家谁这样来去抢只国门个楼梯不能摆着玩，碰着后再是一场大火灾，妈，你到底下了呢？哪来啊？